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麥玲開運堂。今日我哋唔講昂貴法器，亦唔講虛無縹緲嘅大道理。今日講你個銀包到底幾時先唔使再流水？你即刻打開銀包睇下，係咪塞滿廢紙收據？紙幣亂七八糟，難怪你上半年做死做活都存唔到錢，隨身財富都被呢啲陰氣倒死咗，再唔清你下半年繼續窮。8月7日，觀音誕午時11點到1點，零成本喺銀包擺呢樣嘢，即刻引爆下半年橫財富。睇落去之前，即刻點讚訂閱，下半年我哋一齊發大達。大家知唔知8月1日係一個極之不平凡嘅日子？係農曆6月19，亦即係我哋嘅中國傳統文化裏面觀音菩薩成道嘅大日子。呢一天天地間嘅氣場極之清淨，極之具足。更加神奇嘅係喺8月1日呢一日嘅午時，即係中午11點至1點，呢2個鐘頭係全日陽氣最旺盛、能量最強嘅黃金時段。而且大家要明白，我哋依家正處於下半年運勢翻轉嘅關鍵期，加上九紫離火大運嘅氣場交接，呢個午時嘅能量更加係千載難逢，錯過咗呢2個鐘頭，你真係要等足足1年。今日我就要手把手教大家點樣喺呢個黃金2小時裏面，利用一個極之簡單、幾乎零成本嘅方法，喺你個銀包裏面擺一樣嘢，即刻清除你銀包裏面嘅霉氣，引爆你下半年嘅橫財運貴人，運保你全家下半年平平安安。財源滾滾嚟。喺我正式教大家點樣做呢個大招財局之前，我需要大家做一個好重要嘅動作。如果你想下半年轉運，想得到觀音菩薩嘅祝福，我邀請大家喺而家呢個時刻喺留言區打上慈悲納福橫財就手呢8個字咧，唔係單單留個言咁簡單咧，係你同宇宙同菩薩立下嘅第一個善念同祈願。相信凝聚大家嘅正能量，效果會事半功倍。打完留言之後，你就靜落嚟，跟住我嘅思路，我哋一步一步嚟徹底翻轉你下半年嘅財運。我哋先嚟講下，點解我咁強調大家要即刻檢查銀包？喺風水學裏面，銀包就係你嘅隨身財富，係你每日更新嘅聚寶盤。你諗下，如果你去人哋屋企作客，一入到門口，滿地都係垃圾、臭鞋、廢紙，你仲想唔想入去坐？你肯定想即刻走啦。財神爺同觀音菩薩嘅福氣道理係一模一樣嘅。如果你個銀包裏面塞滿垃圾，財氣根本入唔到嚟，就算入到嚟都留唔住。我睇過咁多年風水，見過成千上萬個客，有啲人成日向我抱怨，我明明好努力工作，做生意亦都好拼命，點解到頭嚟都係見光死？不相信銀行戶口永遠得個位數。我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個案。前2年有個做物流生意嘅陳先生揾我睇流年運程，佢一坐落嚟就唉聲嘆氣，話自己1年做幾百萬生意，但年尾結算竟然要欠債，啲錢好似漏水咁漏走晒。我當時就叫佢陳生拎你個銀包出嚟俾我睇下，佢一拎出嚟，哎呀，簡直嚇我一驚。個銀包又舊又爛，裏面塞滿咗幾10張油站收據過期嘅停車場泊車卡，甚至仲有半包食剩嘅口香糖，紙幣亂七八糟咁塞喺裏面，有啲紙幣仲沾到油漬。我當時就同佢講，陳生，不相你咁樣對待你嘅財富，你嘅錢又點會留喺你身邊呢？錢都有靈性，佢覺得喺你個銀包裏面住得好痛苦，所以咪想方設法要走咯。後來我教佢徹底清空銀包，換咗個符合佢8字嘅新銀包，再配合我今日要教大家嘅觀音誕招財法，你猜點樣？半年之後，佢唔單止清翻晒啲欠款，仲接咗幾張大單生意，翻咗2倍。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小看呢個小小嘅銀包。我哋依家就嚟深入剖析，10個有9個都犯咗我下面講嘅5大漏財大忌。大家依家可以一邊睇影片，一邊對照下自己個銀包，睇下你中咗幾多樣。第一大忌就係銀包裏面塞滿收據同發票。呢啲收據代表咩？代表你已經花出去嘅錢喺氣場上叫做債氣同出賬氣。好多人習慣買完嘢，找完錢就把單據隨手塞進銀包，久而久之，銀包裏面嘅收據比紙幣仲要多。你將一堆代表破財、代表開支嘅紙張天天隨身帶住，等於你每日都在向宇宙同財神宣示：我好忙啊，我成日花錢啊，我欠好多錢啊，咁樣財氣又點會聚到喺你身邊呢？
呢啲發票收據每日返到屋企一定要即刻清理出嚟，唔好留過夜。第二大忌就係紙幣亂咁放，甚至折到爛晒。有啲男士好隨便找錢之後，隨手一塞，紙幣倒頭栽，甚至折成一小團或者各位全部折埋。我同大家講，紙幣係有靈性嘅，上面印住國家嘅圖案同額度，代表住尊嚴同能量。你尊重錢，錢先會尊重你。如果你隨意對待紙幣，呢種心態就會反映喺你嘅財運上，令你成日無端端花冤枉錢，或者買咗一啲冇用嘅嘢返嚟後悔。第三大忌就係銀包裏面放過期嘅卡片，或者死人嘅名片，甚至係欠條信用卡，過咗期就係失效嘅財源。而一啲你根本唔聯絡，甚至棄場，唔好同你有過節嘅人嘅名片放在銀包裏面，只會污染你個財富，阻礙你嘅貴人運。仲有啲人喜歡把借據欠條放在銀包裏面，以為可以提醒自己收錢，其實呢啲全部係極重嘅負能量，會壓制你嘅正財運。第四大忌係銀包嘅角位已經磨損破皮，甚至連拉肩都壞壞地或者扣唔緊。風水上講，破角即破財，穿洞即漏財。銀包一旦破咗，就代表你嘅財富穿咗個洞，再多嘅錢入嚟都會漏走。如果你嘅銀包已經用咗好多年，磨到破破爛爛，或者拉間成日卡住，我真係勸你趁住觀音誕之前換一個新嘅啦，唔好慳嗰3幾百塊，一個好嘅銀包幫你聚嘅財，遠遠超越銀包本身嘅價值。第五大忌就係將零錢同大鈔亂咁混在一起，或者零錢周圍甩。有啲人把1蚊、5蚊嘅硬幣跟1000元大鈔混喺同一層，甚至喺口袋裏面周圍放，行路嗰陣叮叮當當響。零錢雖然面值少，但佢係財母，係引大財嘅種子。古人講積土成山，積水成川。如果你連零錢都唔好好妥善安置，代表你對小財不入一顧，咁大財又點會揾上門？零錢一定要放在銀包專門嘅拉轉袋裏面，或者準備一個小小嘅零錢包，妥善收納。大家檢查完自己個銀包，係咪發現自己或多或少都中咗1、2樣？唔緊要，知錯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今日我既然講得出，就一定有方法幫大家解。即刻嚟，我哋就進入今日最核心、最精髓嘅部分，就係8月7日觀音誕當天，多上午時中午11點至1點嘅觀音賜福銀包大招財局。呢個秘法係我多年嚟教過好多商界朋友、名人明星嘅秘招，只要你跟住以下嘅步驟做，下半年你嘅財運想唔爆都難。大家要記住8月1日午時，即係早上11點到下午1點，呢2個鐘頭係純陽之氣最頂峰嘅時刻。我哋要做嘅第一步叫做淨庫。喺中午10點45分左右，你就需要做準備，將銀包裏面所有嘅收據廢紙、過期嘅卡全部清空，把所有嘅紙幣拎出嚟，依照面值由大到小順序排列好，所有紙幣嘅人像頭像要朝向同一個方向，順順暢暢咁放返入銀包裏面。零錢要放在專門嘅零錢袋裏面，然後拎一塊乾淨嘅布，或者用少少檀香沉香嘅煙，將銀包內外輕輕擦拭或者熏一下。呢個動作叫做清除舊霉氣，迎接新財氣。第二步就係製作今日最關鍵嘅招財聖物觀音賜福紅封包。呢個動作一定要喺中午11點到1點之間完成，早1分或者遲1分，效果都會大打折扣。你需要準備啲咩呢？好簡單，第一，一個全新乾淨嘅紅封包，顏色要鮮紅或者金色，代表喜慶同埋聚財。第二，準備8枚乾淨亮晶晶嘅硬幣。點解要8枚？因為8喺風水裏面代表發，亦都代表8方來財。如果你喺香港可以用8個1蚊硬幣，或者8個5蚊硬幣。如果你喺其他地方用當地最常見嘅硬幣，就可以，最重要係要乾淨會發光。如果硬幣有點舊，你可以提前用少少鹽水或者牙膏把佢哋擦得亮晶晶。如果你揾唔到8枚硬幣，用一張全新嘅面值最大嘅新紙幣都可以。第三，喺呢個紅封包嘅內側或者一張小紅紙條上，用紅筆或者金筆寫出聚財2個字，或者寫上888。如果你係祈求生意興隆，可以寫生意興隆8方來財。如果你係想求薪水提升，有橫財，可以寫橫財就手財富豐盈。寫嘅時候心態一定要虔誠，
心裏面默念觀音菩薩嘅聖號，祈求菩薩保佑自己同家人下半年財源廣進、平平安安。第四，將呢白枚硬幣或者新鈔票放入紅封包裏面。如果你想效果更加神奇，今天教你一個獨家小秘招，你可以喺紅封包上滴一小滴天然嘅檀香精油或者沉香精油，甚至係薄荷精油香氣，喺風水裏面係引動財氣嘅介跡香氣，即係財氣。呢一滴精油能將呢個紅封包嘅能量提升幾倍，檀香能定心聚財，沉香能避邪引貴人，薄荷能活化財源。第五，將呢個做好嘅觀音賜福紅封包折疊成小巧嘅形狀，放入你銀包裏面最深最隱蔽嘅隔層。記住，一定要係最暗最唔容易被其他人睇到嘅隔層。風水學講財不露白，暗庫聚財。如果你嘅紅封包一打開銀包就被路人一眼睇晒，呢個叫露財聚財嘅效果就會大打折扣。放好之後，將拉間拉上，或者將銀包合埋。做完呢一系列動作，係咪就完咗呢？未？仲有最關鍵嘅第三步，叫引動第一筆善財。呢一步係成個招財局嘅靈魂所在。喺中午12點左右，即係午時嘅正中間。你需要用你個銀包裏面嘅錢去完成一筆善意嘅消費或者布施。你可以透過手機向慈善機構捐出少少善款，就算係10塊、20塊都無所謂。最重要係呢份心意。或者你可以落街去茶餐廳買一份盒飯，送俾路邊嘅清潔工或者有需要嘅長者。又或者你去買一份糕點，同你身邊嘅同事、家人分享。點解要做呢一步？因為喺觀音誕呢一天，觀音菩薩最看重嘅係慈悲心。你將錢花喺善事上，花喺分享上，呢筆錢就變成你善財嘅種子。宇宙嘅法則係有捨先有得。你喺午時播下一粒善財嘅種子，下半年宇宙同觀音菩薩就會以百倍千倍嘅橫財同福報反饋俾你。呢個就係古人講嘅捨得，捨得有捨先有得嘅真諦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係咪覺得整套動作既神聖又非常之簡單呢？冇錯，真正有效嘅風水從來都唔係要你花幾萬塊去買一啲奇奇怪怪嘅法器，而係順應天時地利人和，用最純正嘅心去做好每一個細節。既然講開銀包，今日既然做呢個影片，就一定要幫大家幫到底，把下半年銀包嘅所有風水秘密一次過講透俾大家聽。好多人成日問我買銀包應該買咩顏色啊？係咪紅色嘅銀包最招財啊？我同大家講，呢個係一個極大嘅誤區。好多人以為紅色代表喜慶，代表招財，所以買個大紅色嘅銀包，結果用咗之後發覺錢花得仲快咗。點解啊？因為喺五行風水裏面，紅色屬火，火能克金，亦都代表火燒財富。你用紅色嘅銀包，就等於每日用一把火喺度燒你嘅錢，錢入到去即刻被燒光，你又點留得住錢呢？所以除咗特定八字極度起火嘅人之外，一般人我真係唔建議用大紅色嘅銀包。咁到底咩顏色嘅銀包最聚財呢？等我依家逐一分析俾大家聽。第一，黑色同埋深藍色五行裏面，黑色同藍色屬水，正所謂水能生財，水主財帛。黑色嘅銀包代表沉穩包容，能幫你鎖住財富，唔會讓你花冤枉錢，最適合想守財、想積聚財富嘅朋友。如果你成日覺得自己花錢如流水，下半年不妨換一個黑色嘅銀包。第二，咖啡色同埋黃色、褐色，五行裏面呢啲顏色屬土，土能生金，而且土代表厚重，代表大地，係最能滋養財富嘅顏色。咖啡色或者棕色嘅銀包，代表穩重同埋持久，最適合做生意、做投資或者想事業步步高升嘅朋友，能幫你吸納四方財氣，穩如泰山。第三，綠色同埋青色五行屬木，代表生機勃勃，代表生發。用綠色嘅銀包，代表你嘅財源會像大樹一樣不斷抽芽生長，非常適合從事創意、文化銷售或者剛創業嘅年輕人，能幫你開拓新嘅財路，引嚟貴人相助。第四，金黃色同埋白色銀色五行屬金，金代表財富本身。金黃色嘅銀包招財，能量極強，代表光芒同富貴；而白色同銀色代表純淨，能幫你過濾掉不好嘅雜質同埋爛桃花，引嚟乾淨嘅財源。除咗顏色之外，銀包嘅款式同質地都有講究。依家好流行短款嘅摺疊銀包，甚至係好少嘅卡包。
或者用一啲布藝、塑膠做嘅銀包。但如果你想招大財、積聚大財富，我首推嘅依然係真皮製作嘅長款摺疊銀包。點解呢？第一，真皮，比如牛皮、羊皮嚟自大自然，帶有強烈嘅土木能量，聚能聚氣；而塑膠同合成革帶有火性，不利聚財。第二，長款銀包可以讓所有嘅紙幣舒舒坦坦咁平放喺裏面，唔需要被摺疊紙幣平放，代表財氣舒展尊貴。而短款銀包將紙幣摺成兩半，代表財氣受壓抑、受折磨。你試下諗下，如果你每日要屈埋雙腿瞓覺，你舒服唔舒服？錢都係一樣嘅。所以情況許可嘅話，準備一個優質嘅長款銀包，對你嘅財運絕對有加分作用。講完銀包嘅顏色同款式，下一個非常關鍵嘅問題又嚟啦。平時我哋返到屋企，嗰個銀包應該放喺邊度呢？我睇過好多人返到屋企，鞋一脫銀包，隨手就扔喺鞋櫃上面，或者扔喺飯桌上面，甚至隨手扔喺梳化嘅角位或者浴室門口。我話你聽，呢個又係一個嚴重嘅漏財習慣。鞋櫃係全屋最污穢、臭氣最重嘅地方。你將代表財富嘅銀包放在鞋櫃上，等於將財神爺放在垃圾桶旁邊。財神爺睇到都即刻走啦，邊度仲會保佑你？而飯桌係一家人食飯嘅地方，喺風水上屬火，火氣太重，銀包放在飯桌上，同樣容易造成火燒財富，令你家庭開支大增，成日有意外嘅花費。放在浴室附近，濕氣同穢氣會直接沖克財富，容易招致病氣同埋官非。咁銀包返到屋企應該放喺邊度呢？最正宗嘅做法係將銀包放在你主人房嘅財位上，或者放在你書房嘅書桌抽屜裏面。你可以在臥室嘅進門斜對角位置，即係明財位，準備一個精美嘅小盤子或者小盒子。返到屋企之後，將銀包恭恭敬敬咁放在盤子裏面。呢個叫做財富歸位，養精蓄銳。銀包喺屋企得到好好嘅修養同滋養，第二日你帶佢出門，佢先有十足嘅能量幫你去吸財。另外，好多朋友仲會問我，一個銀包可以用幾多年啊？係咪可以一直用落去？喺風水學裏面，一個銀包嘅黃金運勢期通常係3年。俗話講，一氣用3年氣盡財就散。一個銀包就算你保養得再好，用咗3年之後，佢嘅聚財氣場同能量都會慢慢減弱。所以如果你個銀包已經用咗3年以上，就算佢冇破損，下半年都可以考慮換一個新嘅，這叫換新符，迎新財。咁舊嘅銀包應該點樣處理呢？千祈唔好隨便扔落垃圾桶，因為舊銀包裏面仲殘留住你過去嘅氣場同財氣，隨手扔掉代表你拋棄自己嘅財富。你可以喺舊銀包裏面放一啲過期嘅硬幣或者廢卡，然後用一個紅色嘅袋子裝好，放在家裏嘅舊物箱裏面收藏起。呢個叫做留住老財富，守住舊家底。或者你可以將佢剪碎之後再丟棄，象徵舊嘅財富，使命完成，新嘅財富重新接棒。大家聽咗咁多，係咪覺得玄學風水真係一門好深奧，但又同我哋生活息息相關嘅學問呢？其實我今日同大家講咗咁多，從觀音誕嘅5時招財局到銀包嘅挑選、保養、擺放，我最想同大家傳達嘅唔單單係一啲風水小技巧，而係一種對生活嘅態度同對財富嘅敬畏心。大家諗下，當你願意花時間去清理銀包裏面嘅垃圾，當你願意恭恭敬敬咁把紙幣放平，當你願意喺觀音誕呢一天用自己嘅錢去幫助有需要嘅人，呢個過程本身就係一種修心上，由心生境，隨心轉。你嘅心變得清淨咗，你嘅生活變得有條理咗，你對身邊嘅人同事變得更加慈悲同包容，你嘅氣場自然就會變得好精彩、好柔和。古人講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。一個氣場清淨、心地善良、做嘢有條不紊嘅人，面上都會變得有光澤，眼神都會變得有神采。呢種狀態下，貴人點會唔喜歡你？好運點會唔追住你？相信橫財又點會唔揾上你呢？呢個先係風水招財真正嘅核心秘密。快樂嘅時間過得特別快，好感謝各位老友記花時間陪我聽到呢度，你有呢份心，菩薩同宇宙一定感受到你嘅誠意。風水轉運係一場持久戰，單靠一期係唔夠嘅。如果你想下半年運勢持續走高，貴人橫財源源不絕，一定要即刻點讚訂閱麥玲開運堂。
並且開啟旁邊嘅小鈴鐺。我每一期都會為大家解鎖最實用、最實時嘅開運玄機。錯過任何一期，可能就錯過咗一次翻身嘅機會。記得喺留言區留下慈悲納福、橫財就手，為自己祈福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一期見。